法国因为要甲退休的年纪延后，引起法国是大罢工甲抗议。5月7日劳动节即天是抗议甲高卡食力高卡严重。即天伫全法国主要的城市，拢有人行上街头示威，而且民众拢真激动，甲公共脚踏车甚至是店头、政府部门拢放火烧，嘛有人对警察牵汽油弹，害警察身躯着火。法国的内政部是表示，当天有80万人行上街头，也毋过工会表示，毋那上无有230万人上街头表达不满。汽油弹直接伫顶部队伍内底爆炸，有几多个警察维护封闭，远景身躯着火伫涂骹林。法国5月劳动节的气氛真激烈，反年界民众伫全法国四界抗议，有部分人的情绪失控，用汽油弹、炮啊、甲棍啊攻击警察。车路的铁马嘛，互人拖去路中燃烧，嘛有铁马的停靠站煞互人放火，火嘛炭到附近的建筑，现场规个拢烧去。法国7日，搁再发生反年界示威，包括首都巴黎、里昂、南特这大城，拢有几多万的民众上街路。敢若巴黎就有11万人示威。Ah mais la suite, tant que la réforme ne sera pas retirée, on continuera. Donc voilà. Moi je suis plus déterminé que jamais. Macron, 4 ans s'il faut, 4 ans on y va. Pas de problème, je suis là. Et on sera encore nombreux à être là. 这是全法国主要8个工会头一届联合做伙示威。法国内政部估计，7即天至少有80万人抗议。工会是表示，全法国至少有230万人上街路。这民众伫街路甲警方对立，互各大城拢真乱。法国内政部是讲，7日即天拢总掠到将近300人，超过100外的员警受伤。马克宏推送年金改革引起真大的反对，尤其是动用宪法法条，无经过下议院投票就直接通过新法，将退休年纪为62岁提高到64岁，这引起社会不满。所以马克宏内阁国会的无信任投票好甲再无过，宪法法院嘛裁定延后退休符合宪法。不过马克宏个人甲政府的形象受到重伤，支持度大幅度降低。公司新闻7万0编译。巴西总